请问独行十村是全台湾上古早的眷村，伊嘛是歌手张雨生的故乡。你敢知影独行十村伫咧台湾倒一个县市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张10秒时间。系啊，你就问你来讲伊是倒位伊的啦？故乡，伫倒位？伊是出生咧平湖呢。是。哦，啊，毋过伊是咧为台中独行时独行，应该是平湖，因为平湖有一个张雨生的纪念馆。哦，啊，我若是安尼的话，我是要安尼啦，因为我正经毋知影这个眷村咧伫咧倒位嘿，是我是要安尼要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平湖。平湖。后来咱看下平湖对唔对？哦，伊拄则讲叫一个张雨生的这个纪念馆哦，是。其实这唔哪干那张雨生伫遮尔，还有另外一个潘安邦，潘安邦嘛是对遮出身的。对。所以你若有去过遐，伊真正有一个像纪念馆安尼所在啦吼。啊，还有做一个阿嬷甲一个孙仔的雕像，啊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澎湖湾。啊对啦，就是因为这条歌啦吼。所以你若有去过平湖，有去过这个所在，你发现这个所在就是有这两个歌手的这个纪念馆，吼，因为两个是共对这个所在出来。